来看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今仔台湾各地温度是拢真低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今仔到拜五的透早会上寒，北部空块地区阁有金门马祖暗时恐惊是无到8度。有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这波冷气团的强度是比预期阁愈强，高山落雪的几率嘛真悬，雪量嘛会比预估阁较济。透早起床，真侪民众已经感觉真寒。拜三台南以北甲宜兰的气温达到12度，其中连江、东引上加干那7.3度，本岛方面云林高坑8.9度，新北石门9.2度。气象署预估上悬时间点就伫今仔日到拜五的透早，北部的空旷地区甲金门、马祖暗时可能会降到8度。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空旷地方，包括了金门跟马祖，还有北部的空旷地区，可能会有下探8度到9度的温度出现。而其他地方的话，温度呢也是比较偏低，在中南部的内陆、近山区也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发生。气象专家林德温提醒讲，这一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强度比按算的更较强淡薄，地区雪线的标准会更有加，降雪范围比进前扩大，降水量也比进前预估会更较济。北部宜兰地区2000公尺的关山，还有中部花莲地区3000公尺的关山，拢会落淡薄仔雪，或者是地面可能会结冰。下雪的范围可能还会再更加的扩大。那第二个，下雪的量会比原先的预估还要来得多。那第三个，从今天开始到1月23号的清晨，它的冷的形态不是早晚冷，它是整天都冷。气象署提醒，这波冷气团影响的期间，唔那是透早甲暗时较冷尔，日时也是寒寒。到拜五水气渐渐减少，拜六温度就会开始明显升悬。不过，真紧到下礼拜2，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地区温度又会下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